地上万类同心服侍，上帝独一应该敬拜。咱来念第一节。 Thank you.
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幸福来敬拜你。你是我的贵人，我的敬拜，我的心灵，独独要下服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幸福来敬拜你。
的兄姐平安。即马，请咱用敬虔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上主啊，求你将遵守你命令的道路指示我，互我知安怎彻底遵守。求你互我有智慧遵守你的律法，通专心遵守。求你带我行你诫命的路，这个路我真意爱。这时，请咱三角来吟诗赞美上帝。信诗第4首：天下万国众人都听，请兄姐起立来吟全首。Show
兄姐请坐。即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心志表露出来，来因光主你的性命。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一礼拜久，互阮得到你的帮助，无论伫什么样的环境，主你拢甲阮三角伫地，互阮享受你所赏赐互阮实在的平安。所以，但阮用欢喜的心，搁一摆来到圣殿敬拜你，透过今日的礼拜，搁一摆甲你有亲密的沟通，会当了解你的心意，领受你所赏赐的快乐，互阮所行所做，会当凡事合你的心意。亲爱的主啊，阮特别将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公教会，仰望交托入你的圣手。明年是公教会设立70周年，求主带领所有同工、同心，为着教会的事工来服侍。求主亲自赐福看顾，特别教会推动的各项事工，互阮所做的真正合你的心意。也透过所有推动的各项事工，互众兄弟姊妹会当得到祝福。是阮的主啊，我也将台湾仰望伫你的圣手。最近天气变化真大，有风台甲雨水侵蚀台湾，恳求主你来保守，互这个灾害袂阁扩大，保守所有百姓的安全。互阮的财产产业得到保守，互阮会当继续正常的生活。恳求你怜悯看顾，也恳求主你帮助生活伫台湾这片土地的百姓，真正会当疼这个国家，疼这片土地，赐福真正的和平公义伫台湾这个国家。求你兴起搁较侪的基督徒，互阮伫家庭中、工作场所，也是学校，拢会当为着主来做水的见证，互福音会当传到每一个所在。即时，我也将教会中身体欠安、心神软弱的兄弟来祈祷，求主来掌管，求主亲身来医治，互因会当得到坚固、满有平安，有气力行头前的路程。会当真紧转来，教会甲咱三角来敬拜你。我安尼祈祷无够用，爱用主的教示阮的主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我入去，就救我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咱三家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7篇，也就是诗篇19篇。天宣布上帝的荣耀。即日对迄日讲话，无言无语，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大报名，日头亲像神龙对东方出来。对天的这边出来，射到迄边。上主的律法完全，上主的命令可靠，上主的诫命公正，上主的教示纯洁。敬畏上主，着纯真真正，永远袂改变。
真济顺境较贵重。如凡互你的牧人得到境界，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求你保守你的牧人，互因袂故意犯罪。我着诚做无通指责的人。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接下，请咱做伙来讲授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希伯来书第4章11节到13节。所以，咱着努力尽力这个安息，才免有人亲像遐个唔顺服的人跋倒失败。上帝的话是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生命来会咸较来，会当插入甚至破开人的灵甲魂、关节甲骨髓，阁会当判断人心内毋望甲意念。所以，被造物无一项袂当对上帝允目，一切拢完全暴露伫伊的目睭前。咱欠伊的孝，拢着算清楚。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赐福听伊话的人。这时，咱邀请田抗力小组来赞美，因所要吟的诗歌是“保护我的是耶和华”。我们请田抗力小组。
好，那我们请小朋友跟着主日学的老师一起到2楼、3楼美比谷聚会喽。这时，请本堂的牧师来讲道，伊要所分享的题目是上帝话语的功效。咱请牧师。弟兄姊妹平安。11节4章11节到第13节，所以咱有讲起上帝的安息，咱就尽力进入到上帝的安息。然后到第12节的时阵，伊讲起上帝的话。咱若读圣经的时阵，就有一个观念，咱毋是断章取义。就这段咱感觉真好，就切起来安尼。过去圣经内面无这个第几章第几节，所以一直的思想拢是安尼一直落去。所以咱若去读到11章，伊是讲到咱着尽力进入到安息，然后随时伊着讲到上帝的话。所以伫这中间一定有关联性，上帝的话甲进入到安息，一定有上帝所要启示的一个关联。所以呢，进入到安息这个所在，毋是只有讲到伫咱心内有这真平静，迄个安息之意。然后咱要怎样进入到安息，一定甲伊接续所讲上帝话有一个关联。所以今日咱要透过这个段圣经来讲起，咱就进入到安息，进入到安息的路径，就是上帝的话语。咱三甲来祈祷。主啊，恳求你来启示阮，互阮那明白你的话。主啊，有真侪奥秘无法度理解，但是上帝啊，只有透过你的启示，阮就会当明白，就会当了解，而且互这个话，成做阮活命的开展。上帝恳求你，这是互阮有通听耳孔，谦卑的心来领受，明白你的话。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安息是啥物？安息毋是讲到咱内心有一种真平静的一个状态。安息嘛，毋是讲有一天咱就去到天堂迄个所在，迄个所在逐项代志拢免做，也无啥劳苦忧愁，所以咱伫遐得到安息。这个所在讲到安息，那是咱甲主建立一个关系，而且持续伫一个关系内面，因为咱的主是安息的主。要怎样进入到安息？当然，咱知影咱家己无能为力，所以咱来到上帝面前，咱认识咱只有主耶稣基督。安息就是希伯来书第4章迄个所在讲，咱真坦然来到主的面前，咱会当进入到伊的施恩的宝座前，伫遐咱无遮的软弱，无遮的困难。伫遐所有的软弱困难，拢因为伊的帮助，加做咱及时的开展，来咱得到安息伫个帮助中间。所以呢，伫这个所在安息是凭着信心把握上帝应允。所以咱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咱得到及时的一个帮助。那伫这个所在，这路径到底是啥物？这路径乃是讲到，如果若是要进入到安息，咱就必须要进入到上帝话语中间。所以伫这个所在有一个圣经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安息，然后甲上帝话有一个密切的关联。这是咱今日所读的圣经，是希伯来书第4章第11节到13节。进入这个安息，然后接续上帝话是我是有功效的。什么是上帝的话？什么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当然是圣经啊。上帝的话就是咱拍开圣经的时候，上帝的话就是伫实个所在。但是伫圣经内面，咱要来读的时阵，发现其实上帝的话还佫较深的一个意义。上帝的话
伫圣经内面，咱是讲到话正做人来到这个世上，上帝话就是主耶稣基督。哦，咱可能对这会感觉讲啊，话就是话啊，话就是讲出来，咱像一个空气共款啊，话就咱像写起来文字共款，咱会变做一个人。约翰福音第1章讲到，上帝的话正做一个人，住伫咱的中间，充满稳定甲真理。你若是读无共款的圣经翻译的时阵，有一本圣经里面Bible，伊就讲到，伫头起初有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正做一个人。所以伫这所在，你感觉上帝的话正做一个人，伊犹原是上帝的话，我的话活伫咱中间。如果咱若要追求真理，主耶稣基督，我就是真理。伊就是真理的天现，毋是真理，伊是真理的实体。所以有时咱要敲找真理，追求真理。有一个日本的一个宗教家，伊讲伊咧读这研究这个宗教的时阵，伊研究到释迦牟尼。伊讲释迦牟尼，伊是自称伊是追求真理的人，追求真理的人，表示伊一直咧敲找真理。一直咧敲找真理，有一天顿悟，这就是真理。但是读到主耶稣基督的话，伊讲我就是真理。所以看到这句话的时阵，非常着惊。伊就是真理，伊毋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伊本身就是真理。所以伊伫个所在非常着惊，然后来相信。所以伫这个所在，主耶稣基督讲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真理的实体。所以，咱若是要追求真理的时阵，咱主耶稣基督就是了解真理迄个关键。咱就一支锁匙，透过伊，咱会当来明白真理的一个起。借着伊，咱进入到真理的路径，咱会当明白真理。如果咱若是要明白上帝，上帝就是永远的真理，咱必须要透过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讲，若无透过我，袂当到被上帝到迄个所在。如果咱若是要了解是什么是真理，主耶稣基督，咱来看伊，伊就是活伫咱中间的真理。咱若是要看圣实的轨迹，咱知影圣实的轨迹第一项仁爱。主耶稣就是听活出来实体，伊活出听，伊就是听。所以咱可能做一寡有关的听的行为，突拄。但是呢，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真理，正做一个真理的一个天现，伊就是听。如果你若要知影追求和平，可能是追求和平，做这和平的代志。但是圣经内面讲，伊就是和平的君王，伊就是咱的平安。只有来到伊的面前的时阵，才是真正平安。咱要超做真安息。咱要超做安息的时阵，有可能去到一个安静的所在，有可能放下咱所有这烦恼的代志，有可能就是无遐搅杂的代志侵入到咱的心内。但是圣经内面讲到安息，伊是安息的主，所以咱来到伊的面前，甲伊建立关系，享受安息。圣经内面讲到忍耐的规矩，圣经讲到咱基督就是忍耐的一个特点。伊忍受罪人的抵挡，伫咱要做罪人的时阵，伊为着咱死伫十字架顶，所以咱若是要去学习的真理，咱就要学习基督的忍耐，因为这是一个忍耐具体的表现。主耶稣基督讲，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会当来到我这个所在，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所以安息。毋是咱去找到一个心灵会当平静的所在，离开咱所有这人群，安息就是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伊就是安息日的主，伊就是安息。所以这个所在，咱要看见什么是上帝话？上帝话第一个概念，上帝话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就是
伊将上帝话活活显现伫咱的中间。伊就是真理，伊就是上帝话显出活伫咱中间，活出上帝话，然后住伫咱中间。上帝话是啥物？然后对安尼，咱才会当开始个明白另外一句。圣经的话就是上帝所启示的圣经，记载伫咱内面。但是爱有一个观念，圣经内面所记载的物件是上帝爱咱知的一部分，毋是圣经记载真理的完全，毋是记载会当互咱了解上帝全部的一种的真理。伊只有记载某一个部分，所以约翰伊写讲，如果咱若是要了解主耶稣基督，世上所有这笔这水都无法度从伊来形容，来完全讲出。所以写这物件是要互咱明白主耶稣基督的一部分，互咱会有永远的活命。所以这是关系，咱会当得到永远活命，咱会当伫世上中间活出一部分真理的部分。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面是真理的一部分，但是上帝爱咱知的，所以这部分是上帝记载伫文字中间的一寡圣经的话。如果咱若要明白上帝启示的圣经，对他所讲的，咱必须要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伊才是真正活命的主。只有看过伊、亲近伊、甲伊建立关系的时阵，咱这本圣经对咱才是会当真做，这个字句才会当真做活的一个话语。那所以呢，圣经内面讲到主耶稣基督，讲这犹太人因逐工读这律法的册，啊，就是旧约圣经。但是这旧约圣经呢，律法册，真做一种的字句，真做一种的文字，无带来性命。所以若是照这话所写来去做的时阵，无活活来用，啊，根据这个条例，啊，再执行，啊，加添人真侪意思，啊，这律法呢就真做人的重担，安尼。甚至这犹太人是根据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这中间的，来将主耶稣来钉伫十字架顶，判断有罪。哦，你就知影讲，吼，早差遐尼多。主耶稣基督对这犹太宗教讲：，恁逐工咧查考这个圣经吼，可是恁若读甲介多，啊背了真多，内面就会当得到永生，啊遵守这内面字句所记的一条一条安尼，毋通做啥就要做啥，毋通做啥就要做啥，这是一条一条的律例。啊，恁感觉若遵守时，恁就当得到永生。但是讲一句，总是恁无愿意来到我遮，因为我就是永生。得到永生的路，必须要来到我这个所在，毋是遵照写伫这个字句中间的圣经这个条例，因为这会互人死，真做死的字句。但是必须要来到活出来主耶稣基督面前，甲伊有产生一个结连。就咱亲像咱若是要明白圣经的话，咱就必须要真做主耶稣基督学生，咱就要甲主耶稣基督建立一个关系。安尼，咱读圣经的时阵，圣经是完全新的一个理解。所以，上帝的话性质是啥物？圣经内面讲到，上帝的话是活的，毋是字句，毋是安尼一条一条，互你照安尼来遵行的。迄是死的话，迄是死的文字。但是上帝的话是活。文字本身袂产生快乐。文字伫迄个所在，当你读的时候，有可能产生无共款的解说。但是主耶稣基督是上帝活出的话，透过伊的启示，对咱产生真大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咱必须要透过主耶稣基督，咱才会当互这个话，真做一个活的字。大学的外文系一定要读到西方的文学，所以有一本册是《西洋文学导论》，哇，这个导论中间都是用英语写的啊。我的查某囝捌读过这，
伊较早想想要读迄个外文系，爱去读的时阵，你若要考外文系，插班考，你就要读一本够大本的《西洋文学导论》。文学导论中间就有一部分是圣经，因为圣经呢对西方的文化、对西方文化产生真大一个影响，所以你这本册内面，你将圣经当作是一个文学来读，然后对这文学中间来影响到西方的整个这文化甲因的生活。所以呢，影响到伊的文化甲生活，毋是讲圣经尔，还佫有一寡这著作。还佫有一寡只希腊神话，拢会影响到西方的文化甲因的生活。所以西方圣经来讲，只不过是一部分。所以对因来讲，这是一个文学，这是一个知识。有时咱来看政论性节目、政论性的节目，这来宾会用一寡圣经的话来证明伊的观点。我来看这个时阵，这个是基督徒的，毋是？敢若毋是吼？但是伊会引用圣经。来感觉讲，袂歹啊，敢若对圣经有一寡的作用。但你若想想诶，伊可能透过圣经，伊可能就进入这个求知欲，然后圣经只不过伊知识的一部分。因为伊做一个政论性的一个人，伊可能要足侪这知识来支持、来判断。圣经只不过是伊支持伊的论点一个观点，知识第一。但是咱基督徒来讲，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所以咱来拍开圣经的时阵，圣经毋是干那一本的册，圣经毋是干那一个文学，圣经毋是你来看伊的时阵，会当成做你的道德、你的伦理的观点。这个所在讲到圣经的时阵，拢是讲到伊是我的，伊是充满生命力。所以主耶稣基督讲，我的话就是灵，就是活命。既然是活命，表示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本身是产生真大一个作用甲功能的。所以，咱透过圣经的话，甲全能的上帝有一个互动，然后上帝透过伊的神伫咱内面提醒咱圣经的话运用伫咱中间，启示咱，所以圣经就变做一种生命力。我有一人见证安尼讲，伊讲圣经安尼伊咧读的时阵，安尼真困扰，还未信主的时阵，感觉讲新旧约敢若真矛盾的伫旧约的上帝甲新约的上帝，敢若无啥同款的上帝，捌听过这种话无？你若看咧旧约圣经的时阵，旧约圣经拢是安尼审判律法判你的罪然后做一个战争抬杀所以呢，旧约的圣经敢真残忍，真律法，敢审判者，佮透过旧约这个先知的书审判安尼读到新约的时阵，新约主爱安尼。所以呢，旧约伊就有一个结论：旧约的上帝是一个残忍的上帝，新约的上帝是一个主爱的上帝。但是你信新约信旧约到底你信对一位上帝？后来见证说，等于信主了，才发觉讲毋是安尼，照伊所过去所理解。原来旧约甲新约中间有一个一贯性，不过旧约有旧约的作用，律法有律法的作用，守咱的律法，守咱的规矩，那像一个固守囡仔，互有守规矩安尼。但是旧约无法度互伊新的活命。到伫新约时阵，旧约嘛讲到上帝的主爱。透过以色列，伊所经算是以色列讲到上帝的拯救，然后讲到上帝的疼因到伫落尾，然后讲到上帝对全世界的人的疼。有一天，这个福音要传到伫全世界中间，众人要来到耶路撒冷来追求上帝的智慧引带。到伫新约时，嘛是讲到这个福音要传到伫全地的所在。然后嘛，其实嘛有讲到审判，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过来时，要来实行这个审判。实际新旧约拢是同一位上帝，一贯性的上帝。要怎样明白这个事？只有当伊成做一个基督徒，当伊明白主耶稣基督，佮详细来看，用主耶稣基督做伊一个标准，做伊一个启示的时阵，哇！伊安尼看新旧约是完全无同款的。你敢有感受到？
圣经是活的，因为圣经的话甲你的生活有真深的一个连结，所以当你伫某一种生活情境中间，可能当你拍开圣经，伊讲落破背当当的人，就来到我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伫你心内讲，是啊，我就来到主的面前。我若千群主耶稣基督对伊来祈祷，我靠伊的时阵，我心内就安尼真非常深的平静。当你拍开诗篇的时阵，伊所描写伊的生活这个情形，所拄着这个困难，无论破病，无论讲对着攻击，无论伫这个征战中间，你来读的时候，你感觉讲，是啊，这是我生活情景。伊回应，讲出你生活情景，然后你将你生活情景带入到这个诗篇内面，甲上帝有一个结连，有一个真深的一个回应。圣经会当供应伫你迄个时阵的需要，加增你的力量甲你的智慧，互你有真好的这个引带。所以，兄弟姊妹，当咱读圣经的时阵，你感觉讲圣经真有滋味，因为圣经是上帝呼出的一个启示，伊的灵住伫咱内面，互咱一种属灵悟性，互咱的生活情景。咱人生的经验，该有产生真深的回应。所以，上帝的话是活伫咱生活中间，毋敢是一种文学读起来，感觉记载有道理。毋若一种安尼，咱得遵守伊，安尼咱就只行为的表现而已。咱是回应伫咱的生活中间。过来，伊个讲，上帝的话是有功效的。功效的意思是啥物？功效的意思就是讲，上帝的话进入到咱的生命中间，然后伫咱的生命、咱的心中，伫迄个所在运行，影响到咱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兄弟姊妹，你有互上帝的话真注意你生活中间的功效啊无？迄就是讲，为什物有真侪人？从圣经话，从这文学来读的时阵，一种的知识，一种的文学，但是无影响到伊的信仰，无影响到伊的生活。我会记得伫台大有一个外文系教授，伊就对这圣经大的批判安尼，因为伊读到是旧约，圣经的上帝是安尼，沾染、沾染、搁沾染，杀安尼。所以，伊就反对基督教。因为，迄是因为伊无了解圣经，伊将这个圣经只不过当作一个文字来读，而且有错误这个判断。圣经无真做伊生活活命的一个准则，嘛无运行伫伊生活中间来影响每一天的生活。有真个神学家嘛无信主啊，伊将这个圣经当作是一个伊的。伊的知识、伊的财物、伊的学术来做一个研究，所以有真侪这神学你听起来非常奇怪，哪想出这种神学？伊叫做神学但是有则读起来，甲咱的所谓理解，互咱愈来愈偏离上帝安尼。因为这圣经只不过是一个学术的研究，无影响到伊每一天的生活。但圣经内面讲到。上帝的话是有功效的。以赛亚书第55章安尼讲一句话，伊讲：我嘴内所讲出的话，我的嘴所发出的话，袂白突然。我讲出的话要成做我心中所欢喜的。我所发出。伫我所发出要做的事情中间，必然行通。意思是讲，伊的话语本身就有一个功效，发出的时阵一定产生某一种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会来成就上帝旨意。我所讲出的话，所以有时咱感觉讲，讲出的话是到底什么种话？哪有遐大的能力？所以圣经内面所记载的话，你看所有历代这圣徒。在书中间，当读圣经话的时阵，这圣经话不断传达、不断传扬、不断影响人的生命，
不断伫咧所在，互人影响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断影响到人的人生，改变人的活命。这个所在，我发出的话，要成做人生命中间的影响力，有生命力。所以上帝的话是我应该伫咱的心思，咱每一工所讲所做代志产生影响力。咱过去做爱读迄个荒漠甘泉，这个荒漠甘泉呢？咱真爱读，是因为这个荒漠甘泉是一段圣经。然后这段圣经中间，伊就会讲起到生活中间所经历的代志，对不对？啊，艰苦的、困难的、各种的情景的，然后迄句话，上帝的话，就伫伊的生活中间产生影响力，而且有真好这个回应。有时，咱拄着真大的困难的时阵，咱要照咱的方式来做一个回应。有一个兄弟，伊安尼做见证讲，伊安尼租一间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呢，这个厝主呢，无尽这个义务。搬入去了后，这边所的漏水啦，这也有问题啦，这个环境做无好，安尼吼。较早看无详细，使用过了，才做全问题，漏水啦，啥物货？伊就要求这个厝主讲，厝主着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吼，这是你的责任，你应该做一个修理吼，安尼。这个厝主无爱，这兄弟就足生气安尼吼。这本来应该尽的一个责任吗？你无爱，你搁收这租金，另外我伫个所在办公真艰苦，所以着，你无爱，咱就行法律啦。来处理解决这个代志啊！但是当伊要做这个代志的时阵，心内做一句话，伊就讲生冤在主，并毋是讲咱每一人对这个代志拢用祈祷来处理啦吼。必要时嘛是爱行法律无毋对，但是伫迄个时阵，这个兄弟所拄着，伫伊心内有一句话：伸冤在主，主会替你伸冤。所以这句话伫伊内面，是咱亲像一个圣经，互一个启示，然后圣经来。等一句话，也是讲，互伊拄受起这句话安尼，所以就安尼祈祷讲，既然这句话来产生，咱就祈祷，替这个代志来祈祷。所以一两工了后，厝主大院，所以毋是因为厝主甲伊冤家上帝来审判，毋是啦吼。厝主大院，伫大院中间，伊当要真安静。这段时间，这厝骹，在租的人常常伫我遮冲突。可能大院了，伊心较热闹，安尼，所以伊就甲伊太太讲，你厝咱同咱租迄个办公室迄个，甲伊讲好啦，厝内底遮个代志、遮个问题我拢会来解决，安尼。伸冤在主，这是对这个人、对这个兄弟，迄个时阵所经验到伸冤在主，无若过去，伊要翻译然后。看要安怎样处理对迄个怨愤的中间来处理这个代志。姊妹，伸冤在主，伫迄个兄弟中间变做一个我的一句话。上帝一直不断对咱所行的代志，有一种发出一个要求。这个要求通常拢是比世间的要求更较悬，对不对？咱用想的，咱就做唔对。世间的要求讲，我都无犯罪，也无犯到律法，无你叫我安怎，无法律嘛无到判我者，安尼敢袂使，也无做啥物违法的代，只不过想伫心内敢袂使。但是呢，咱基督徒主要所祈祷，你所心内就是表示你心内想要做的这样代志，你的动机已经存在啊。所以，圣经比咱人搁较要求较深。有时我若甲阮过去的同学。做伙的时阵，是甲一寡人，三个做伙毋是基督徒，一寡场面互咱感觉真尴尬。你食饭的时阵，就讲来讲去，讲到黄色笑话，安尼，大家是笑甲安尼，欢喜甲安尼然后你讲一个，我也讲一个，伫一个过一个伫讲，咱会敢会当甲伊笑？你敢要足欢喜的？伊就袂，伫遐坐立不安。这代志就足无好，足无合的。这种代志，大家足快乐的代志，咱就心内足艰苦。为什么？因为圣经的话，
圣经伫咱内面，就无法度去听到这淫秽，还是这无适合的话。上帝对咱要求非常的悬，有时毋是敢若讲咱的品格、咱的道德，咱无做歹代志安尼。有时圣经内面你若去读的时候，你发觉除了这以外，要求咱较悬。你若读到罗马书第12章的时阵，伊就讲你得要完全的委身，你就袂通对这世界的风俗、这潮流，你得要查验上帝的旨意，你得要将家己献做活祭。哦，兄弟姊妹，毋是敢若一个做好的基督徒，安尼真好品行的基督徒，还佫行伫上帝旨意的中间，活出丰盛的生命，互这个话呢，不断要求咱、提醒咱、赐予咱开力、激励咱，互咱照着上帝要求，活出伊对咱心上的人生的旨意。这都是透过上帝的话。第三，上帝话亲像利剑，甚至讲比上面的利剑还佫较利。人的心呢，虽然足歹测度，内心的意念，咱可能稳重真侪歹，稳重真侪不义。你无讲出来，你无做出来，别人都毋知影。但是对咱基督徒的时阵，有当时咱想一个真歹的念头。圣经就甲咱提醒，甲咱做一个判断，甚至一种的审判。伊上帝话进入到咱的灵魂、咱的情感、咱的心思、咱的意志，甚至将咱稳重的歹显明出来。所以上帝话那就一个监督，然后审判咱的动机，毋若是外在看会到的。心内动机甲想法，有一个基督徒，伊安尼见证讲，伊一段时间安尼拄着真大的经济压力，伊就祈祷讲上帝就帮助吼，互伊个经济当有做一个转变安尼吼，有一个转机，看当解决的时阵，有一天，路人捡到一个手提袋，内底拍过20万。伊心内就足欢喜。迄阵也无讲真侪摄像头摄影机我看无人也无车也无人较紧摸咧安尼转去安尼。放伫迄个所在的时阵，伊有一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为着家己，上帝我感谢你，你敢是用这个方式，互我摕了20万，我安尼解决经济问题安尼。想安尼敢对？你若着10条诫命，上帝就透过10条诫命安尼，插咧，不要偷窃。你若想讲上帝，我感谢你，不要偷窃。上帝你用这个代志解决我的财务的问题，不要贪恋别人的财物。规暝拢无困，为什么无困？因为在这个所在一个真大正在，伫伊心内的想法就是。我有问题，这钱解决我的问题，一定是上帝真大的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上帝话来讲，毋通贪恋别人的物件，安尼包括财物，就伫咧，通客毋通，伫个所在做。计工了后，无法度，伊就送去警察局，安尼交出去了，心情有够轻松的，心内有够平安的。所有内底挣扎，做伙拢无去。感谢上帝，我已经将这钱交出去我无贪恋别人的物件。兄弟姊妹，遵守上帝话的时阵，带来真大的透放，甲真大的安息。上帝话放伫咱的心内，刻掉伫咱的心内，毋是字句，刻伫迄个石板。毋是写伫纸面迄个所在，那是刻伫咱的心内，毋通贪恋。所以遵守上帝话时阵，顺趁上帝话，咱就得到安息。伊讲安尼，我虽然安尼钱也未解决咱心内足欢喜的迄个感觉。上帝，我遵守你的话，有迄个喜乐进来。后来安怎解决伊的财务问题，我毋知影。但我相信上帝信息的时阵，一定会解决伊的问题，因为遵趁上帝的话。
姊妹，咱讲安尼真常常有这心内通做毋通做中间的挣扎。较早我捌讲起，阮较高中咧考试的时阵，咱都袂讲安尼好真够考试的人吼，拢100分的，一定足侪拢安尼读了无够额安尼。老师讲恁大家谈好好考试，我去编数一下，哦，安尼，一个起早2点20分钟、30分钟。安尼规间教室安尼气叫吼，安尼考试单飞来飞去，走来走去，哦，我这条哪小，迄条哪小，吼，安尼较成绩较好，边仔围个一大条人，来写几号安尼抄一下安尼吼。大家成绩我会记得，迄阵大家拢80-90分。我是安尼艰苦甲安尼，要安尼对安尼抄来抄去无安尼。我坐伫遐是安尼，吼，足艰苦的，安尼看因，反倒变你若毋抄，哦，足艰苦的安尼。我迄阵考60几分啊。差不多全班上低安尼，但来感觉讲上帝啊，我得胜了，迄个感觉。虽然成绩较低，因为这为什么安尼？伫你心内一定有针对这挣扎的代志。大家都感觉无毋对的代志，但是咱毋好做，无法度做。人看袂到的代志，失错的中间，这是毋对的代志。人看袂到，也袂将你关去警察局。但是咱心内都袂使，因为伫个所在有上帝的话，做一个监督，做一个审判，不断提醒咱，无应该去做遐代志，不断提醒咱，袂当犯到上帝的律法。所以常常伫内面做一个挣扎。较早我捌做一个见证，这个人对我真恶毒，上帝啊，审判。上帝讲，要爱我审判伊吼，然后就一句话，不要咒诅，但要祝福。当我要开始讲上帝，你若审判的时阵，这句话就出来，毋通咒诅，就是祝福。所以当我开始讲上帝啊，你若审判的时，上帝啊，你若祝福，上帝你若祝福，祝福迄个压迫我的，祝福迄个对我不利的人，你若祝福。但你遵趁上帝的话的时阵，所有的怨恨就解决。对于所有这负面的，所有的就解决。所以你遵趁上帝的话的时候，你就得到安息。咱拢活伫上帝面前，伫圣经内面讲到，咱拢活伫甲咱有关系的主的面前。当然，主甲咱有关系啊，伊是咱的拯救者啊，然后伊是施恩的主啊，当然咱甲有关系，但这个所在所讲的是，这个所在所讲的关系是上帝的审判。咱是来到审判咱的主的面前，所以台语圣经伊直接讲到，咱必须要面对上帝的审判。然后讲，咱必须要对上帝有交代、交账。遵守上帝的话，甲这有啥物关系呢？因为上帝愿意将伊的话活活启示在咱内面，咱有领受上帝的话，所以咱必须要顺服上帝的话引带。对这项代志中间，咱必须要对主耶稣基督有一个交代。当这兄弟将这个钱交出的时阵，伊对主耶稣基督有一个交代，主啊，我已经遵守你的话。当我祝福歹款待我的人的时阵，我对上帝的话有一个交代，讲上帝啊，我遵守你的话，我无咒诅，我祝福。兄弟姊妹，还佫足侪这代志，当咱遵趁上帝的话的时阵，咱是对有一个交代。你若无的时阵，有一天你来到审判你的主的面前，你要怎样面对？我相信咱常常有这个情形。每一天咱拢对主有一个认罪，咱就每一天对主的审判有一个交代。所以暗时倒伫人面床，咱审查咱家己今仔日的作为，你会知有一项代志亏欠上帝，有一项代志你感觉有一个罪恶感，只有当你主耶稣基督认罪的时阵，你会当才好困。你当才好，可当安尼安息去困。如果这样代志无做一个交代，伫你心内一定会感觉必须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到审判咱的主的面前，然后审查咱有遵守上帝的话啊无？
当然有一天咱拢要面对主耶稣基督，咱若无安尼做的时阵，到审判台前咱就会接受这个审判。但是每一天，圣经拢会提醒咱为这样事来祈祷，为这样事来认罪悔改。如果你若常常安尼做，你若感觉有这种罪恶感，你若感觉有这种安尼敏感性，你来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的话是活的，伫你心内一直咧作用。因为上帝的话是有功效的，一直伫你内面影响到你的想法，影响到你的作为。如果你若拢无感觉的时阵表示你还是好反省哦。咱无多来想象，有一个教会内面做者这争端啦，这问题啦，吵吵闹闹啦，争取这名声地位啦，争取这利益啊。有时候感觉讲，上帝话哪拢无功效伫你心内，无去影响到你的生活，可能你的信仰本身有真大的问题。那有的时阵，你应该非常敏感，圣经的话伫你内面对你的影响更少。上帝的话伫你心内是有功效也无？第二，咱伫上帝面前，即句安尼讲，伊讲完全暴露伫伊的目睭前，所以咱着对伊的笑拢算清楚，逐项有遵守上帝的话，无遵守也无，拢必须要对上帝算清楚。你无要认，你无要算，上帝嘛拢知。一句话讲，上会当显明一个人属灵性命的情形，就是当咱单独的时，无人看见，无人监督，咱会当安尼做咱所要做的代志。但是呢，虽然是心内的，虽然是单独人看唔知，但是咱暗中的行为，咱伫暗中的想法。咱所有的动机，拢必须要有上帝话语的监督甲判断。所以上帝话语，随便咱去做应该做的代志，禁止咱无去做无应该的代志。所以圣经内面讲到，上帝目睭监察全地。然后我要到倒位去倒闪上帝的面呢？因为每一项受造的人。受造的物，拢暴露伫上帝面前，无人会当稳重家己。所以，亲像今仔日圣经内面讲的，咱伫上帝面前，拢是暴露伫伊目睭前的，连咱心中的心思、甲意念、甲欲望，伊拢知。人毋知，你会感觉真安全，但是审判咱的是上帝。所有心思、意念、欲望、想法、动机。伊拢知，咱必须要时刻面对上帝，来到伊的面前。毋是要祈祷的时阵，咧困的时阵，审察咧家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求上帝，上帝讲，这样代志，你嘛有真大的失错，所以你着认罪悔改，然后上帝解决你的问题，因为上帝是无听罪人的祈祷。有一天。甚至是每一天，咱来面对上帝。到上尾一天，咱需要来到伊的审判台前，对伊有交代。咱主要是现在就交代啦吼。欢迎上帝来赦免咱的罪，互上帝话伫咱现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心思、每一个动机意念，拢会当受伊话语的审判。最后，上帝话。监察人伫地上一切生活一切，监察人的情感、人的欲望、心内的动机、甲咱的心思。所以，咱若要遵守上帝的话，咱需要谦卑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伊是上帝的话，正做人。伊讲出的话就是真理，然后咱对伊来学习。所以，亲像有所说迄个所在，咱来成长，按照基督来成长。有一天会当真做达到主耶稣基督迄种完全圆满的地步。
伊就是上帝画出的真理。只有来到伊面前，咱才得到安息；只有来到伊面前，咱才得到逃亡；只有来到伊面前，咱才当互伊话语写出来的话语，伫咱心内成做咱的帮助、活命甲快乐。这就是咱的粮食。进入到安息，就是遵守上帝的话。进入到安息，就是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遵守伊的话。安尼，咱会当得到上界深的安息。咱三甲来祈祷。主，感谢你透过你的话，真正互阮明白话语的重要。你就是活命，你就是真实、真理的一个天现。主，阮来到你面前，阮明白，阮接受你。主啊，真做阮的路径来到上帝面前。主啊，也透过你，互阮会当进入到一切真理。主，感谢你，互阮有这个真理伫阮的内面，真做阮的光，真做照亮阮路径的光，真做阮的活命，真做阮的快乐。阮献上感恩，因为你活伫阮的内面，我的话活伫阮的内面，我的话真做阮的模样，我的话也伫阮内面影响阮。塑造阮、引带阮，互阮有丰盛的生命。为安尼，阮献上感恩，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这时，请咱做伙来回应的诗，信息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兄弟起立来吟全首。
兄姐请坐。这时，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请书献的同工。请兄姐起立来唱奉献的诗。咱三角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学乐你，你创造世界，赐阮活命，照顾阮的生活，阮的一切拢是你所想事，拢是你所有。求你引带阮，互阮逐日找用，拢会当遵趁你的旨意。这是阮献上，阮所有的。对你来献上予你，主啊，愿你感答，愿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兄姐请坐。这是要来报告咱先邀请启修长老来欢迎新朋友，给我报告小会决议的一些事项。我们要欢迎那个黄淑英女士。她原属新竹林良堂，有说到说以前曾经在我们教会是吗？那欢迎他。了解了解，欢迎，谢谢。本主日的台语礼拜后12点半，我们有一个举行的欢送会及差遣祝福，主要是为了政要执事要前往爱尔兰工作，他是移民到爱尔兰。那还有傅崇林姐妹也受派到寿山复兴教会，以及敦雅神学生受派到客家宣教中会龙潭教会，两人将8月1号赴任。你今天的主日基要真理班暂停一次，7月27号恢复继续上课。
后面的。后面没有打到，第二点是那个张玉成弟兄、徐玉婷姐妹府上聚集圣别礼拜本主日的下午3点。总务组我们要为了这个8、9楼的主堂舞台的扩大工程，预计是要把舞台扩大到这支柱子的前方这里，库拉德这边，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前方的布置会有一些改变，以及圣歌队及敬拜团他们的这个位置的安排，所以大家为这件事情一起来祷告，让这件事情能够顺利进行，谢谢。那谢谢启修长老。那接下来我来报告，我们8月3号的主日那一天，那天是父亲节的感恩礼拜，那我们会邀请那个马永年老师来在2堂礼拜做就是讲道。那在下午1点到3点有一个专讲，那是他们夫妻一起，当天会有那个就是会有幼儿的那个就是托婴的照顾，所以就是很欢迎兄姐能够就是踊跃的报名参加。再来就是我们今年的野外礼拜在11月2号。在诗坛教会，在苗栗那边，那其实离我们新竹还蛮近的，所以就是请兄姐在当天就是要把时间空下来，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野外的礼拜。还有就是一些门徒培育组的一些课程，有一个那个圣经的速读班，是我们的徐小阳长老。我们从8月中会开始，就是每个礼拜2的晚上7点半开始，在教会的7楼。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说，可以我们在短时间之内把新约跟旧约整个读过一遍，而且我们也透过小杨长老就是的导读，让我们可以明白一些就是圣经的一些脉络，还有一些核心的主题。那如果有兴趣的兄姐，可以跟新白长老还有燕平执事来报名。再来就是我们也是门徒培育组的一个课程，就是一个培训的一个，就是从怀疑到相信。那这个主要是在培育就是1对1传福音的门徒，所以如果说兄姐在这一部分有被呼召或者是感动的，我们都很欢迎，就是你们可以根据周报上面的这个网址，或者是直接跟我们的瑞林长老来做报名。再来就是因为现在那个就是 AI 的这个领域其实是很热门的，那就是教会有一个教会 AI 的实战营，就是专门来协助建立就是媒体事工这样子的团队，所以如果对媒体事工有负担的兄姐，就是可以来跟就是我们的赖牧师来做报名。接下来就是青少年的家长读书会，那他们是从8月2号的下午，就是8月2号开始，不是每个礼拜每2周会有一次，对，那礼拜6的下午3点开始，那很欢迎就是家中有青少年的家长可以踊跃的报名参加。还有我们新竹区的赞美操，在第6集的那个培训课程，将在9月2号开始，一直到10月14号，总共有7次的课程。那它的时间是每个礼拜2的下午1点半到4点。那地点是在我们公园里的里民活动中心，费用是1200块钱。如果有兴趣的，对赞美操有兴趣或有感动的，可以跟我们的吕春菊执事来做报名。再来，我们台
台湾神学院有一个，就是我们下半年有一个包班的课程，是由邱黎芳老师，他要来教导我们罗马书。那总共有5次的课程，从9月6号一直到10月4号，是每个礼拜六的早上9点半到12点半。那欢迎就是如果有兴趣的兄姐，可以来跟我们的干事来做报名。那牧师是说，目前的就是他报名的费用是可以打8折这样子，对，所以很欢迎就是兄姐能够就是可以踊跃的来报名参加。好，牧师补充报告。虽然已经有报告过吼，报告一个所在要强调几项吼，这个今日所听这所有这个课程，拢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所以呢，迄个小杨长老伊要办的这个圣经速读班，速读啦吼安尼。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课程，就是讲咱要读的时阵，安尼感觉模模标标。但是若每一个课程每一卷的经卷，拢有一个做一个导读，咱就知影讲要读的时阵，这个重点是倒位，伊的思考的脉络是倒位，伊整个这本册的核心的脉络是倒位。所以呢，你若有安尼上过这个课，马上去读，你就知影安尼我就较了解这个圣经到底啥物写的目的，甲内容到底啥物吼。所以这会当帮助咱吼。迄个第8项吼，第8项 AI 的实战营吼，这个所在小会的意思是安尼，因为咱要建立迄个 AI 的服侍团队，意思是讲。教会若是补助你去上这个课程，你会当成做 AI 的服侍团队啦吼，当然当对教会有这个责任吼，来服侍这个代志吼，所以如果讲我对 AI 做有兴趣，我嘛无啥了解，我嘛要报名吼，教会拢甲我补助，可能无啦吼，所以讲差不多4、5个安尼，这个 AI 团队建立，教会的 AI 团队，你若感觉讲我足想要爱。所以我有甲咱的亲爱执事有咧讨论，是毋是伊会当8月一个主日的下晡来开这个课 AI 的课程，安尼共款你会当对伊所教的中间来了解 AI 的课程，安尼吼，所以这个可能免补助，免费来上吼，安尼，所以咱对这 AI 这是一个像新的一个发展吼，咱做有兴趣、做好奇做这个辅导性来上咱可有教会本身来办这个课程。罗马书非常重要的课，所以你一定要来读吼，真好来读。然后来讲，伫圣经内面，如果你若是要经几本册来读吼，差不多几本是安尼啦。就是讲，你爱读迄个创世纪，你爱读迄个约翰福音，你爱读使徒行传，你爱读罗马书，你爱读启示录。如果你若要选择较紧急的。所以罗马书是咱信仰中间非常重要一本册，所以咱把握这个机会吼，来这个所在来上啦吼，补充到这个所在，所以这种真好的课程，咱伫咱教会办吼，所以才会当把握这个机会，互咱上帝话语，会当成做一个活的一个话语。这是请咱做伙来用祝福册恳的诗，信息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吟诗煞，请牧师祝祷，请兄弟起立来吟全首。
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谈，信息的相通，而且启示灵手术予咱，对大教永世代无尽。阿门。所以咱家去用餐，可能因为时间较有需要拖吼，咱可能12点40开始吼。